佢幼稚園嗰時咧，發現咗佢係有啲學習障礙嘅問題，即係唔夠專注力啊咁樣啦。試過係醫生開嘅藥嘅，咁但係嗰啲就副作用比較多啲，會影響個胃口咯。交功課嗰時咧，唔協助佢咧，佢可以交1個鐘都未交晒嘅，因為佢個能力係比同齡嘅慢咯，相對嚟講，可能係聽嗰度唔夠集中，咁有時聽唔清楚啲指引啊，或者老師講嘅嘢咧，佢聽唔晒，冇留心，咁變咗佢交功課嗰度咧，都交得好甩漏啊！喺 Facebook 咁啱見到呢一個老專家嘅廣告啦，咁亦都有問過朋友啊，即係有了解過呢一個產品，咁佢都話我好安全啊，亦都係冇乜點樣嘅副作用。咁最後我就咁不如買盒俾佢試下咯。放學嗰時，老師突然間同我講卓浩進步咗喎，即係佢會專心咗啊，即係會舉手答多咗問題，同埋會即係留心咗，同埋係好明顯係功課上面啊，即係做嗰時冇咁散收收啊，即係有時會答下會答咗第二啲嘢，即係會錯題咯，即係可能第4題會答第5題，第5題又答第8題咁樣啦。咁佢依家整齊咗啦，同埋佢成績上面係真係好咗嘅咁樣咯。老師就有話佢呢樣嘢進步咗。